今集節目同大家講下購買信號啊。90% 以上嘅客戶咧，當佢哋想買嘢嘅時候咧，其實佢哋都唔會講出口話自己想買嘅，但係佢會喺某啲行為同埋說話之中咧，釋放出一啲購買嘅信號。如果你足夠敏銳觀察到嘅話咧，你就知道呢個客已經好想買嘢噶啦，而你就要把握呢個時間去提出成交嘅要求。大家都知道購買係一個情緒化嘅行為嚟嘅，所以呢啲嘅信號出現嘅時間可能好短暫嘅啫。假如你察覺唔到呢啲信號，唔識得捕捉呢個成交嘅黃金時間呢，你就可能白白錯過咗個好想買嘢嘅客戶。所以今集節目呢，就同大家拆解一下呢啲常見嘅購買信號。只要你見到客戶有呢啲信號嘅出現呢，你就要大膽主動積極咁樣去提出成交要求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Tony。第一個購買信號，反覆追問成交之後嘅細節，例如佢問你送貨啊、保養啊、安裝啊、使用啊等等。當佢開始問呢啲問題嘅時候，代表喺佢腦裏邊啊已經想像緊購買完之後嘅畫面，代表客戶喺意識上咧已經想買嘢噶啦，所以係一個非常之好嘅購買信號。呢個時候你要做嘅嘢呢，就係向佢派定心丸啊！你回答佢嘅問題嘅時候，答案要盡量具體，唔好模棱兩可。例如你要答佢：我哋提供1年嘅上門保養，今日落單3日後就可以送貨噶啦，等等。呢一刻客戶追求嘅係確定性，只要你俾到呢種安全感佢呢，再喺最後輕輕踢一腳，催逼一下成交。例如你可以話，如果你冇問題嘅話，不如早買早享受啦。今日落單，盡快同你安排送貨啦。跟住落嚟，客戶成交嘅機率咧都相當之高嘅。第二個購買信號就係客戶主動同你講價同埋攞優惠。例如客戶問你仲有冇得平，客戶問得你呢條問題呢，代表佢已經好清楚自己喺呢次交易之中可以得到啲乜嘢，佢只不過想睇下可唔可以減少付出，令自己喺呢次交易裏面咧賺得更加多嘅啫。好多時候去到呢啲情況呢，即使你平唔到俾佢，結果佢都係會同你買嘅。如果個客真係同你講價嘅時候，你應該點樣做呢？記住一樣嘢，即使你真係有空間，都唔好立即讓步，先同佢講下價值。講下你嘅服務水平啊、口碑信譽啊、用料技術啊等等，先令佢知道你收呢一個價係絕對物有所值嘅。然後如果真係有讓步空間呢，就要同佢提出讓步嘅條件啦，例如即時成交啊，又或者增加購買量啊等等。第三個購買信號，將你同同行去比較。當客戶同你講我而家比較緊你同埋另一間公司嘅時候，千祈唔好自亂陣腳。雖然你係面對緊競爭，但係其實同一時間都係一個積極嘅購買信號，代表客戶真係有需要。而家佢面對緊嘅唔係買唔買嘅問題，只係同邊個買嘅問題。而好多經驗不足嘅銷售人員呢，喺呢個情況之下呢，就會好焦急，覺得有人同你搶緊生意，又會擔心自己嘅產品呢唔夠其他人競爭。但係請你首先冷靜諗一諗先，如果對方嘅產品係全方位俾你嘅優勝，客戶根本唔需要掙扎同埋比較，佢已經去咗買人哋嘅產品啦。正正因為你同對手之間各有優點，客戶先至會舉棋不定嘅啫嘛，係咪？呢種情況咧就非常之考驗個 sales 喺銷售過程之中咧對客戶嘅理解係咪足夠，因為你只有好清楚客戶嘅需求同埋痛點，你先可以輔助佢喺2個或者多個產品之中比較。既然客戶已經係必須要買噶啦，你就順勢將自己由一個賣產品嘅人變成一個陪佢去買嘢嘅人，幫佢做出一個最適合佢嘅選擇。第4個購買信號，客戶主動觸摸產品。如果你賣緊嘅係一啲實體產品，例如電子產品啊、珠寶首飾啊等等，如果客戶主動用手去摸件產品，甚至乎拎起佢仔細參詳嘅話咧，呢個係一個好明顯嘅購買信號。當佢做緊呢件事嘅時候，其實佢嘅意識上已經預演緊自己獲得呢件產品，甚至乎已經提前享受緊獲得呢件產品嘅滿足感㗎啦。呢個時候銷售人員唯一要做嘅事就係乜都唔好做。俾時間俾空間客戶去想像嗰個畫面，去發酵嗰種感覺，甚至乎即使個客冇主動去接觸件產品，你都可以引導個客去接觸，主動創造呢一種購買信號。以上呢4種購買信號呢，大家記得細心觀察有冇喺你嘅客戶身上出現啦。如果你認為今集節目對你有幫助嘅話呢，就將呢條片分享出去啦。我係 Tony，我哋下次再見啦。